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古早有迄款目暗的，嘛有目光的，单月琴下大讲弦的歌，先得念的四句联，内底台湾话学问是真济哦。国情今日捡日本时代陈清波所编，劝世了解新歌。经过目暗的卢柳仙用乐琴弹出来，念一部人生劝话，整理真好，咱互相来探讨。见面头一拍四句联，我捡讲命中好歹免烧钱，咱遮尔艰苦人有钱，求保平安无破病，食好食歹犹在天。好歹无得通比拼，自恨严君无公平，艰苦富贵三不顶，有人咧困妈祖经，这有影。好甲歹，咱唔通去比拼。你若讲好嘢爬上天，有诶艰难诶咧困庙室啊，困妈祖经，这有哪有？毋则讲咱做人，第一唔通比较，第二唔通计较。毋过叫你讲唔通比较甲计较，毋是叫你唔通拍拼咧。四句联劝世了解新歌，内底也在咧甲咱劝讲吼，有诶要食唔叮当，要食唔叮当，互伊终身一世人，无惊无势通五梦。辛苦病痛，都愈无空。人无千里的勇壮，人讲花无百日红。骨力敢会去互笑戆？要食唔趁真不通。有影啦，要食唔叮当，你着安怎样？连囝儿逝世嘛，甲你疏远呢。人都无千里的勇壮啦。毋过吼，花无百日红这款道理，真侪人袂晓去记。好脚好手，趁来伊要开啊喏，伊哪要欠？伊唔欠，伊拢要享受。等到有一天辛苦病痛，人伫咧面床顶嗨餐，等到要共伸长手要去拜托人的时阵，袂赴啊啦！咱来讲连囝儿逝世，就甲你疏远，即款的有啊无？满是哦。毋则对日本时代唱来到即当阵，四句联的整理，原来同款遮尔啊好。过来国情捡四句联内底讲，劝恁大家着谨记。轻谈无论小看钱，袂当拄好若破病，免去旧人骹推病。在人心肝的计算，一款有钱较寒酸。起贫重富百款，都要留一个名声互流传。有，确实是有。真侪人讲安尼，都要谨记啦，轻谈无论小看钱啦，趁淡薄啊，加减欠，若辛苦病的时阵，毋得真好。毋过你甲想啦。因为时代咧进展吼，政府即摆设甲全民健保，你讲好野甲善，医疗的照顾有政策无？政策已经无遐尼济啊啦。毋过吼，一款会晓欠会晓趁，趁到尾啊，真正好过，趁过面啊了吼，煞换伊目睭发伫咧头壳顶啦。毋则四句联咧甲咱教，讲起贫重富百款，咱着要留一个名声互流传。做人爱顾欠，这正就是如柳仙念歌人生劝话所劝咱的道理啦。